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5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以西结书28章25节到26节，路加福音12章29节到3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安居。乌克兰战争，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的地区，红海地区呢，水域因为有这个胡塞武装部队的袭击，使得在过往的商船以及军舰屡遭攻击。也因为这样子，在2025年的3月，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轰击台海，因为中国武力的恫吓、挑衅等等的，这些区域的人们都期待着要能够有安居，就如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所说的，愿你们平安。因为面对逼迫的门徒们无法安居，他们需要到处躲藏。安居可以说是所有失去家园或是家园面临危险逼迫的国家以及人民所渴望的。以西结书28章25节到26节，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要把以色列人从被放逐的各国领回来，这样列国就知道我是神圣的。以色列人要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就是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土地，他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建造房屋，开垦葡萄园。我要惩罚轻视以色列的邻国，以色列就享平安安全，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他们的上帝。上帝透过先知以西结预言他的应许，要将所有被放逐四散的以色列人领回到应许之地，让他们再享安居的生活。无忧无虑是上帝给世人的一个应许，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赐下的平安王，除了他以外就没有赐下别的拯救。所以呢，无论是绕境走多远或是偶像有拜多少尊无论是做了多少的功德这不但是这个我们要知道，没有透过耶稣基督，就没有人能够得到救恩了。既然有了耶稣基督，就当一如挂虑。这不但是保罗的教导，也是主耶稣他就这样的教导我们。路加福音12章29节到32节，所以你们不要挂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这些事烦恼，这些事是世上不信的人所追逐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的东西，你们要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给你们。你们这小小的一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不用担心挂虑，因为天父上帝知道他的羊群的需要，他会供应，如同他赐恩给5000人吃饱一样。因为相信并接受救恩的人，就要领受上帝的国，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安居在上帝的国度。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一无挂虑。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溪水边。他使我的心灵苏醒，他照着应许导我走正路。
纵使走过阴森的山谷，我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用杖领我，用棍护我，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待我如上宾，斟满我的杯。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感谢主赐下救恩，让我们因为相信接受，就能够得以进入上帝平安的国度，得享天上安居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们。